天黑黑，拍铁歌，天咧一块重，这撮生动、趣味、逼真的童谣，伫咧咱闽南地区啊，已经传唱也侪年咯。这撮闽南童谣啊，随着南楚人的艺术，而传播到台湾、南洋各地。正因为这撮童谣读起来非常的感人，而且佫也有乡土味，所以也深受在我南楚人的喜爱。关注天下南楚人，关注海内外正港人传奇。今仔日，咱就做一来去了解闽南童谣在我的传播情况。闽南童谣是以闽南方言进行创作交传唱的儿童歌谣，以口耳相授的方式流传，流行于闽南、台湾、交东南亚华侨、华语居住地。闽南童谣历史源远流长，最早可追溯到唐代。明清时期，随着大批南楚人过台湾、下南洋，闽南文化的区域扩大。闽南童谣也随之传播伫台湾、南洋十条郡，又创造出也做新的童谣。其中的也做又搁也紧传倒来高雄，相互融合，相互启发，互闽南童谣搁较丰富多彩，生动迷人，也成为海内外南楚人以及子孙后代互相了解、互相认同、互相交流的文化牛岛。今仔日伫咧咱演播室内面，阮来荣幸的邀请到咱的老朋友，南楚南人罗木顾问陈立新先生来做客阮的演播室。陈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陈先生，说起咱这个闽南童谣啊，我的理解就是南楚的这撮小朋友啊，按闽南话哦，来安尼传唱这撮歌谣。那么对于南楚的这撮小朋友来说，这个闽南童谣对因的这个童年有什么款的影响无？咱这种闽南话、闽南方言的童谣咧，事实上咱有一个叫法，咱唔是叫做歌曲，咱叫做歌骨的，歌骨、口骨的歌骨。种闽南话的歌骨吼，我今仔念叨啊，又是入心入腹，影响一世人的人生道路。到老了，伊还佫想着说，伊妈因三只公仔以前无介意的，我伫家乡的，迄种闽南话的歌骨，想着迄个囡仔的歌骨啦，也是想着故乡的山水，咱个好大处。闽南童谣是反做种方言童谣其中的一种，那么伊的独特之处伫咧倒啦。咱所说的这种方言的种童谣咧，唔是讲咱闽南话才有的，各种方言都有啊，包括北方的以后伊的童谣啊，但咱这童谣看到种政治性的咧，伊是个是种民生的啦，亲情的啦，童年的生活较回忆的啦，有一个较趣味的，是趣味性强的，咱的特色就是这个所在。搁一个要注意，咱闽南话的这童谣哦，伊的影响面好改变快，其他的你住伫咧方言区较多咯，因为咱闽南人海上丝绸之路啊，行遍东南亚，搁一个啥，长山去台湾，包去台湾咯，搁特别台湾人8%-9%就是闽南人嘛，所以伊种童谣伫咧搭生根发芽。伊也有所演变，有所发展，唔是完全相的，但是是母一个根啊，也是按照闽南方言、闽南文化传播嘅。像我阮第一篇内面也提到，伫随着明清时期啊，大批南楚人安尼到海外去，那么这个闽南童谣也带着这撮人传播到海外。那么咱闽南的这撮闽南童谣，伫咧这撮人当中起着什么款的种影响？伊当时怎样来去啊？因为明朝了后吼就海禁嘛，但是咱沿海这所在就特点产能少，人口愈来愈多，个海期的这个沙积产就无法生产，人做对接啊，民生就无够食，所以就明清以后就是大量的行向南洋去谋生啊。啊，种人去吼，伊这种移动时代接受中的吼，伊有的去是无法搁倒来咯，点样搭？甲迄搭落通婚咯，哦，踮迄搭落繁衍的后代咯。但是伊对故乡，咱中国人是这个特点。咱闽南人带有中国人的
非常强的特征啊，就是咩？家庭观念，一讲啊，一定敬祖使用，对这个祖公、对这个家乡有种说不清的感情。要想用什么流落，就是用在万南童谣，一代一代传落去哦。永远都记咱家乡的代志，乌兰灰一的代志。大家呐，这个万南童谣伊主要内容计是一什么呀？万南的童谣去做咯，哦，咱个天乌乌咯，不了好咯，跌过咯，哦，所以就这类的，伊有一个特点，披露比较好些，伊是比较上下都是连贯的，种黏黏的，但是有的就像说你对落去就无，伊无内容无。内容无就必然的逻辑联系，伊跳跃性失落，是伊个失落是跳跃性，但不要紧，主要一条这样，种闽南的种歌曲哦，伊主要一条是要讲紧啊、掌握方言的，用稳又音稳的，容易掌握，容易记。啊，说咱闽南话就准啊，咱讲个咱华侨哦，咱个闽南人出南洋去台湾了哦。伊就有办法保持这个音准啊！大家呐，伫咧这哦，咱抓闽南地区，这个闽南童谣这传播情况有个怎样呢？闽南童谣、闽南歌曲有相当一段时间是集中去咯，有啥重视的。有一个开放是，我等于在说本土话，全部普通话，因为一个国家就统一的语言，这个是也好，这是对的。但是这个所在文化就有一个个性。所以，伫大同的下底不摆贴，抓方言小可爱、小范围的有特色，这无常哦。这随着改革开放，咱的人的思路啊较活跃咯，是总着宝贝物件唔当能回报去啊。所以我记忆时阵大概是10万年前开始个，所以就提倡就恢复再提倡，咱本地有特色的抓文化，是这个是政府的切入口啊，包括恁正常电视台。全球电视台，伊都做大量这方面工作，因为你个覆盖面来看，伊个有形象啊，播出去哦，用伊两广大百姓接受啊。那么，伫咧海外这个情况又个是怎样呢？你同我们介绍一下。我原本有讲在文化界朋友介绍过一个故事，最早吼，别人叫等当呢，咱就随等当，是倒是这样，实际上说起来，佫是跟咱青阳人有关系。咱菲律宾的首富华人大英仔。你想都未想到，因为第一站后来跟咱这个大陆有真侪往来嘛，往来了后呢，以后也做官资产家，打到关系，你就知影说爱国佬迄个泉州迄大体育场嘛，伊是用因老爸名，因老爸名来实施习惯的，所以你官跟恁政府，咱有政府官问伊说，伊是说我上一很物件等于哦，最后要求是啥物啊？伊说，我细汉哦，我听我念我啊，阮。老人伊妈去教我，连买天乌丢过我有得唔照哦。政府哦，咱就官员啦，再他倒来，无再交代啥啦，交代咱当时的外办主任说，我好种丢过嘛，再找我啦。咱就去收集几块较典型的。不过咱这迄阵钱咱无够咯，我只有迄个种艺校的，我小班的我呀，嗰啲唔就靠钱啊成。哦，讲艺校佫熬鬼容易学啊。叫老师教，教了之后，即系录音嘅，我哋有嗰種鍵盤嘅時，我知道啊，錄幾多，上去就咱影在線，哇！懷疑是我想我幾十年前，我3點半你才講價嘅，就咁上場，嗰是啲咧，這個什麼？想一時親情，鄉情、地理，按即個才起起是海外話嘅愛種物件哦，說嚟說有能識啲啊。古早的時陣，咱厝人將閩南童謠看作是家庭教育的一種重要輔助方法，是最原始的親子教育方式。不過，隨着時代變遷，這已經也做童謠，已經也少人知影咯。不再閣予人夾出來吟唱。為了讓閩南童謠復甦，鎮江電視台舉辦了2屆童謠比賽，而且不定時的佇咱厝咱人落幕。起筆卡插播童謠，如今童謠也通過內容和表現手法的創新進行傳承和保護。金枝暗面前，念我劍。
但是啦，你为什么后来会想说要伫咧咱这个建港达的这个南厝南人内面哦，但开办这个种童谣的种板块？是我将我的这个意见，这个讲头家，讲大个头家有道理，有道理创啊，所以迄段时间非常的热烈啦。一时我做来做采访啊，我有看到有的哦，宣传作的写得袂歹，因为什么从建港做吸收咧，偏做种个童谣，啊种建港做兄弟的名称的名，啊偏做童谣，哦，帮助你记忆，佮有趣味，哦，佮学唱歌、学跳舞、学朗诵。我还佮看一下，伊建港有古贵烧，伊作为闽南文化真可能啊，作为这校本教材啊，编出来，后生的话我看，听我生活亚洲本啊，我东南亚，我台湾同胞，我以文化界，我转正等于。等下啦，在我的华侨也真多，那么大部分呢，几乎都是伫咧海外真成家立业，伫咧肺炎咧繁衍一代又一代。那么因为这些华侨这些子孙啊，几乎都无啥可能啊，也少机会我倒来咱家乡生活。那么这个要怎样吐出华侨子孙了有种个家乡的观念？这个闽南的这歌曲，也是这童谣哦，我通起到什么款的作用？咱关心咱的泉州节尾、闽南节尾、建港节尾，做在海外的侨胞，伊的子孙后代，迄种文化联系的问题，事实上，伊海外的侨胞，伊也深深感觉。你有注意哦，我所在有几多位侨胞，有地位的教练啊。伊每届挑战，每年组织伊迄搭落的学生，初中生、华侨子弟啊，或者呀，或者夏令营，啊有冬令营，春节最后送倒来即处，游山玩水，看风景，国家级文物，欣赏戏曲音乐，咱的南音，咱的波德戏，然后这个什么咯？咱这是这个童谣，可以作为这个环节，介入插入去这个伊的这交流来，交流就是这文化夏令营，迄种扩大的影响啊，这个走进来送进来走出去，现在联合国这个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。是这几年才有人，我们也无注意的。这个是外国伊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带动咱也注意。红岩洞啊，就是属于这个项目的，伊唔是什么实体，唔是什么客的，永远不朽的，伊是会朽的，是口传心授。你若无传，无一代再传落去，伊就消亡去了，就消亡去了。哦，唔知咱说迄条。为什么赢在前伊会想着虽然阮三钱无二只公的假的是吧？可能那安尼啊，说明是海外这个交情哦，伊对于故乡的祖国的文化迄种向往，咱要等于能够持续不断的心血传承嘛，咱这句话，因为现在咱手段也做咯，电视光盘。录音，或者有种偏高材咯，有种抓质的咯，用便利交流咯。一是可以整理最传统的，你是创作新的歌，更加贴近咱的生活的，这种童谣歌曲，安尼几个来讲，这个加起来就可能达到更加好的效果。今仔日呢，非常感谢陈先来做叫我们播客，感谢。确实，也做闽南歌谣呢，是父母伫咧教育子女的时阵随口哼唱的。这来互子女啊，一生都会怀念父母的温暖。佮较有一个闽南童谣是表现南楚人前往海外的历史，记载着华侨多年的艰辛与奋斗。好，感谢恁的收看，咱下期节目再见。